議員李宗翰總質詢將對各大路口的偏心道路、車道路塊、車速設計以及庇護道安全設立等缺失，向交通公務等相關單位來檢討。強調好的道路不應該讓民眾最後一秒才做決定，所以參考日本透過提前預告的標線設計，要求一步一步引導的做法。並強調，真濟道路設計真寬，引導駕駛加速，不過卻無注意其實有限速50公里，一不小心就會被迄上來處罰。議員認為這款的治理相當矛盾，所以提出台南駕駛管理加交通設計自治條例，希望看局處來研議立法。政府的設計責任應該優先於裁罰的責任，什麼意思？我應該先把這條道路設計好。設計的讓你覺得我知道這邊應該慢了，而不是最後提出你今天可以開了100，開得很順，但接下來你只要進到我的範圍，你馬上就要降下來。我覺得我們政府的目前設計就變成這樣比較粗暴的狀態，不是最左邊就是最右邊，你沒有試着讓他們有一個緩衝的空間。台南市要怎麼先把提前告示，避免突出的人行道，避免這一些沒有配合速率的車道寬道出現在台南市線上面，這樣可以嗎？我覺得這個很好，而且是可以有不同局處，他們有不同的這個思考，但是能夠整併成為一個有利於這個行人的環境。是，但因為涉及的範圍很複雜，我們只能提一個比較高大位的名字，叫駕駛的專注管理，希望他的專注力好好被精準化。交通的設計才能涵蓋到這些事情。議員李宗翰在總質詢開了絕大多數時間來關心道路工程、標線號誌的設計、限速的科技執法，甚至是每個月攏會被損壞的庇護道設立。議員表示，民眾開車只知影這條路敢好開，並未知影是倒一個局處的責任，所以一定要看局處來優化檢討。台南新聞，阮籍林英光採訪報道。